40幾歲就成口冇牙。係喎，40幾歲之後冇牙，都同我年紀差唔多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嗱，咁今期咧，非常之有幸請咗我哋博瑤口腔嘅翠竹店嘅韋志峰主任啊，同大家介紹真實嘅種牙案例喎。嗱，因為其實咧，蔡主任你都經驗豐富啦，有好多嘅種牙案例同大家分享下。今期非常之特別啊！大家見到呢個真係特別中嘅特別，係叫做有一位客人咧過嚟呢度係成口都冇牙喎，係成口冇牙揾我哋呢邊種牙。咁勞煩啦，我哋講嘅蔡主任幫我哋介紹啦。呢個咧病例咧係咁嘅，因為咧佢之前咧係一隻牙周炎，牙周炎之後咧成口牙都係冇晒㗎啦。係之前咧就雙活動牙，活動牙咧時不時咧都係食下嘢會甩啊，好麻煩嘅，好麻煩，係好麻煩咧，生活質量咧完全係下降嘅，食嘢啊食啲麵啊要軟嗰啲嘢，係咯，就食唔到硬嘢，真係好辛苦，所以咧佢係要求成個口嚟種翻隻牙咁樣固定嘅，咁樣先會舒服，比較安穩去咬嘢。咁我想請問呢位客戶朋友佢嘅年紀大概係幾多？呢個係一個男性嘅，然之後咧呢個係40歲、40幾歲，未到50歲，佢成口係牙周炎問題出現呢個問題。40幾歲就成口冇牙？係喎，40幾歲之後冇牙，都同我年紀差唔多。都係7幾年嘅，40幾歲，然之後成口都係因為可能係生活嘅壓力大啊，或者係休息唔夠，再加上咧佢飲食唔正常咁樣引起成個口腔嘅牙周炎，牙齒喐晒，冇辦法就剝咗啦。剝完之後咧又冇牙齒頂檔時咧就雙活動牙，咁樣先頂住，然之後咧成個人都瘦翻落嚟。係，所以咧你冇晒牙都食唔到啲乜嘢，食唔到嘢，所以咧佢只好能嚟種翻隻牙，因為40幾歲，你要到80歲都仲有30幾年啦，係咯，都唔知點算喎，真係。所以咧冇辦法，佢嘥咗成10幾萬嚟整翻啲成口牙齒，係咁情況。哦，咁樣樣。咁我想請教下阿蔡主任啦。嗱，咁佢當時啦，我見到呢度，我見到啲紅色嘅線，係咪佢缺牙就會導致乜嘢咧？係嘅，因為咧，如果係話你時間剝咗牙之後咧，你冇及時鑲翻或者種翻咧，呢個骨頭係會萎縮嘅。好比講呢一點點嘅，你就係佢自己原始骨頭。好比講以前佢骨頭係比較高嘅，可能有1.5或者係2個厘米嘅嗰啲骨頭骨量。咁樣嚟種牙咧就十分之好嘅。如果係話你時間長咗唔去整佢，呢個骨頭係會縮翻到上邊去嘅。哦，即係呢排就冇就縮翻上邊啦。縮翻去，你係骨頭高度咧就係唔夠嘅。哦。呢個咧就種牙時咧就成問題㗎啦。哦，咁要點解決咧？你俾佢嘅治療方案嗱，呢幅就係佢原先嘅狀況啦。咁呢幅係佢嗰陣時。呢幅就係種嗰時嘅問題。係。然之後咧。佢呢個釘咧係上邊係一個鬆積骨，骨頭係比較鬆弛嘅，就骨罅咧比較闊嗰種嘅。呢個咧就物質骨就比較好啲，上邊係鬆質骨，然之後咧上邊要種翻6粒，下邊咧亦都要種翻6粒，咁樣撐住咧上邊要鑲12到14隻牙齒，咁樣固定住，成排咁固定住，先至可以上下嗰個咬合。明白，咁我又想請問下，咁而家即係原先就佢本身佢骨具㗎，我哋講話薄咗嘅，咁會唔會種嘅時候會唔會風險大咗咧？有㗎，因為咧，如果你骨頭薄嘅時候咧，我個釘咧本身係有個一定嘅高度嘅，一定嘅闊度嘅。正常咧高度咧有7個毫米嘅，8個毫米、10個毫米、12、14個毫米咁樣嘅高度，慢慢長嘅。如果係你骨頭咧，剩低個，好比講我要種一個8個毫米個一個植體，佢骨頭咧只係4個毫米，咁點辦咧？佢唔夠骨，因為好比我要種一棵樹，係嘛？呢個泥唔夠，你種唔翻嘅，個牙個樹根都係露出嚟。咁應該點算咧？咁咪植骨粉㗎啦。哦，植骨粉。
咁佢而家即係我哋講嘅就係薄咧，就係佢脊骨粉。咁同埋都講得啱啊，再即係其實好似種樹咁啊。如果係真係太薄，我哋講嘅會唔會導致種牙失敗啊？我哋所講會甩，即係會嘅。如果係骨頭太過薄咧，如果你唔脊骨粉，一定係種唔到嘅。哦，種翻到落去咧，你都可能會縮啊，會喐嘅會鬆咗。咁鬆啊，會唔會後續會甩翻出嚟㗎？有啲咧好問題喎，你講嘅啱咯。一個咧就好彩嘅咧，就係呢個釘喺向口腔入邊甩嘅。係。有一種咧就向上核桃嘅上邊甩嘅。咁犀利！嗰時咧就成問題咯。係喎，咁你點算啊？整出嚟都成問題，例如又要開倉啊，個肉你要剝開，然之後開倉，然之後先可以吸出嚟或者係撩出嚟咁樣嘅，好大問題㗎。哇！咁呢樣又真係，即係佢唔係向外甩，係向入甩咁啊！真係向入甩就更加大問題喎。咁啊，大鑊！我見到同埋呢度，我見到呢條紅色嘅，呢條紅色係代表乜嘢咧？呢個咧就係神經管嚟嘅，你有神經管。如果係咩？如果係話你釘咧太長壓迫到呢個神經線咧，你個嘴唇呢個位置咧會發麻。發麻。有個咧就係如果係整斷一樣係發麻。咁如果係自己牙齒口俾佢壓迫到，你唔係話似呢個成口嘅咁樣種植。如果係你整親呢個咧，就係牙齒都會發麻，就係門牙呢幾粒牙齒，剩低呢個嘴唇都會發麻嘅。哇！咁都幾危險㗎。如果萬一啊，touch 啦，真係有啲可能揾其他整啦。如果真係咁整到條神經，咁點算啊？有冇得修復或者後續有冇好翻㗎？呢個咧就成問題㗎啦。如果係話你好將呢個植體咧整翻出嚟，再整翻出嚟，整翻出嚟食營養神經嘅藥，即係可能。唔一定㗎喎，可能佢會修復翻嘅。哦，如果損翻晒嘅話，根本係修復唔到。咁但係有個問題喎，譬如如果有啲我哋講嘅技術唔夠，或者即係你真係斷咗條神，咁我要將呢個掹翻出嚟都大鑊啦。咁我掹翻出嚟唔得，又要重新種翻入去？梗係冇計啦，係冇計。就係頭先講嘅，你冇叫你個骨頭咧吸收太過緊要。如果吸收緊要，你釘咧本身有一定長度，但係佢又太薄，就好有可能穿嗰度。就整親呢個下邊嘅神經線。如果你唔想整親呢個下邊嘅神經線咧，你可以植骨粉。個費用咧又自然又高㗎啦。真係又高咗。你要植骨粉先可以種得到，係咁情況。明白。咁我又想請問下嗱，呢位客戶朋友就全口種牙，咁蔡主任你呢邊幫佢重新做呢個方，大概成個治療用咗幾耐時間啊？呢個咧，因為佢上邊嘅牙齒咧，呢個係骨頭唔夠嘅。下邊咧係冇咩大問題，因為咧佢係物質骨嚟嘅，上邊咧係鬆質骨。你如果骨頭唔夠咧，呢個咧又要做內提。咩叫內提咧？就話我有4個毫米骨頭，然之後我釘咧係8個毫米嘅。呢個中間咧有相差4個毫米個空隙。冇錯。然之後咧，我要喺呢個骨頭中間，骨頭咧要打個窿之後咧，要將內提將呢個上合道呢個膜咧係整翻到上邊去嘅。哦，咁先夠深。夠高度，然之後咧我再植啲骨粉落去嘅。我聽講啊，上顎提即係我哋講嘅係一個好高難度嘅，係高難度啊，咁唔係一般嘅喎。呢個咧係一個技術性問題。醫生嗰啲嘅經驗問題係經驗係十分之重要嘅。如果唔係咧，整親咗之後咧，就頭先講嘅呢個釘咧，可能又頂到上去，然之後植咗骨粉咧，骨粉可能撈到上邊去嘅。哇！骨粉撈到上邊去更加麻煩。哦，咁會出現咩問題咧？如果撈到上邊？呢個咧一樣嘅，又要剝開之後咧，又要沖洗清乾淨嘅。嗱，即係我聽到都覺得麻煩，聽到都驚。所以咧，揾個經驗嘅醫生係最重要嘅。呢個係叫內提，仲有外提。外提哦，咁外提呢個內提先講啦啊！嗱，外提我哋揾翻個專題嚟講啊，呢個專題嚟講，因為大家聽到呢度，其實嗱，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講嘅，如果內冇我哋所講冇你牙周炎，其實真係好大鑊嗱，40幾歲你可以冇晒牙，我第一次聽，我以為呢個客戶，我未問錯啫，我以為70、80歲可能6、7、8歲，即係40幾歲冇晒棚牙，咁即係嗱呢個第一個影響生活質量，真嘅，真係㗎，食唔到嘢。第二個講真啦，你拖到咁耐再整，費用一定不菲。不菲啊！佢好幾貴下㗎，因為起碼我就算比較慳㗎啦。因為已經蔡主任第一個，你哋呢度性價比比較高，叫平靚正。我聽講如果你喺香港做呢樣，最少一隻牙都2萬蚊起，咁呢度20幾隻牙咧，咁你嗰度幾多錢咧？哇！嗰度啊真係犀利啊！你可以喺大灣區買層樓俾個首期都得。咁所以其實真係第一個
及時我哋所講嘅檢查牙齒，檢查牙齒，同埋咧唔好等全部甩晒先整，即係萬一 touch 你已經有缺牙嘅，係即係隨時整翻嘅，冇叫吉頭吸收咗。係啦，你吸收咗你，因為如果你一隻唔中，你隔離嗰兩隻牙都會有影響㗎嘛。會㗎，會尾啊，會向中間尾啊。係咁，你尾上邊會向下生長啊。係啊，到時你種翻時候種唔到㗎，係存在好多問題。又大鑊啦，咁啊又嘥錢啦，係啦，主要係嘥錢啊。冇錯，就嘥錢嘥時間，又痛苦。係咯。又痛苦嗱，咁所以咧，大家知道呢啲知識之後咧，嗱，記得要定時嘅我哋所講嚟做檢查，係好保護。嗱，而家蔡主任非常之好啊！我哋而家咧博耀嘅翠竹店咧推出咗一個免費洗牙同一個免費 CT 嘅活動咯，嗱，又可以幫你叫做洗乾淨，檢查過啦，又可以洗咗清潔牙齒，係又可以防止你嘅我哋講牙齦炎非常之上到，同埋非常之重要一點咧，就係而家我哋有口岸嘅免費專車接送。非常之方便，咁如果大家有興趣，記得聯繫我哋下方嘅 WhatsApp 同我哋預約，好嘛？我哋今期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，拜拜。